跟住再溝呢啲啡色，深啲嘅。再弄一些深的咖啡色，在這裡加一些頭髮的那個線條。到 baby 嘅衫就係粉紅色。baby 的衣服是粉紅。咁等呢個顏色光之前呢，等呢個顏色乾之前呢，我哋就可以做媽咪嗰個樣啦。咁我哋呢，攞呢度呢啲顏色差唔多好似黑黑地色咁樣啦。我們在這裡用這裡的顏色，因為它就好像是那個像一點黑色的樣子。咁如果你唔想用黑色呢，你又可以溝另外啲顏色啦。如果你不想用這個像黑色的那個呢，你可以自己去用另外一些顏色啦。眉毛兩邊，眉毛就是說你就是一筆一筆去畫，就比較自然一點。如果你是一筆去畫一條呢，就沒有那麼自然。那試一試。咁你眉毛一條一條畫，咁先至自然喎。咁然後洗一洗筆，再喺旁邊再掃一掃，咁佢就會有少少化開啦。如果你好似填顏色咁呢，佢嗰個眉毛呢就會太硬啦。眼睫毛 eyelashes， 眼珠，咁因為你係有個透視喺度，所以兩隻眼呢係會有唔同嘅大細。咁呢個開稀啲。
咁畫下邊嗰條線之前呢，我哋就加少少紅色。畫下面嘅線之前呢，我們把下面這裡加深一點。可以畫開一點點啦，畫開少少。咁鼻嗰度呢，就可以用少少深色，但唔好太多啦。鼻子用這裡一些淡的深顏色，不能夠用太重。嘴巴用呢個紅。上面呢個眼呢應該係乾咗啦，咁就洗乾淨個筆，再點啲深色。上面的眼睛的部分應該是乾了，然後我們可以把眼線都畫進去哦，一點一點，然後眼睫毛可以加咯，向前。咁眼睫毛可以加啦，咁啊向前。可以加重啲眼線，眼線可以加重一點，眼睫毛向前。咁啊，媽咪個嘴啊，微笑，媽媽的嘴巴。微笑，後面加深一點。再用呢個顏色呢，就做少少個笑紋啦，將這個顏色做一些笑的紋。鬆開。兩邊都要鬆開喎，兩邊都要鬆開。如果你做深一點呢，它看起來就老一點，所以就看你咯。咁如果你想個嘴巴紅啲啲呢，咁你就可以加少少顏色啦。咁啊，但係要淡。下面可以加一點點深一點的皮膚顏色，下面呢可以加返少少深色少少嘅皮膚顏色啦。好啦，咁呢邊面呢就要深色啲啊，因為佢喺裏面啊嘛。這邊臉要深一點，因為它在裏頭嘛。
鬆開，鬆開一點點。跟住咧就係畫 BB 嗰個樣啦。咁 BB 好簡單啊，因為瞓緊覺啊嘛。咁我畫咗個眼線，跟住畫啲眼睫毛。BB 瞓緊覺，這個嬰兒在睡覺，所以很簡單，畫那個眼線，然後眼睫毛就可以了。眉毛不能夠用太深，眉毛咧就要淡啲啦，同埋咧疏啲啦。眉毛淡而疏。嘴巴就是淡淡的紅。然後臉這裡順一點。呢度咧要深少少啦。然後鼻子底部，鼻子嘅底部咧，呢度咧都要深少少啦。咁又係啦，接近媽媽呢邊咧都要深啲啦。可以加少少好淡好淡嘅紫色啊，因為咧佢個面咁白咧，唔多唔少都會反到少少紫色嘅。可以加一點一點很淡的紫色，因為它的臉皮膚很白的嘛，呢個 baby， 所以呢，它有機會呢會反一反那個紫色在臉上面。下面都不需要，下面是頭髮那邊的。這裡我要再加一些皮膚顏色，呢個呢我要加再加啲皮膚顏色啦。好啦，呢一度我就用淡黃色，這裡我用淡黃色。呢度咧，我哋可以咧加啲花啦。如果我哋想加，這裡如果我要加一些花，可以就現在就加咯。
現在我就加呢個花，咁我而家咧就加啲花落去啦。咁好啦，呢啲咧我哋要加翻啲衫嘅折紋。這裡我們要加一些衣服的結紋。用紫色，然後加一點紅色，然後再用水把它化開。跟住咧，我哋再畫深色少少啦。現在我們再畫深一點咯，因為這裡是陰影的嘛，我轉小一點。咁呢度有陰影，所以呢，我哋就要畫深啲。
呢度有一個小鼻孔，跟住嘴唇深色少少啦，嘴入邊。化開少少，咁啊立體啲啦。咁媽媽個嘴呢，我都加返鮮色少少啦。媽媽的嘴巴，我現在再加深一點。咁而家呢，就到呢個黃色嘅部分啊，加返少少陰影啦。現在到呢個部分加一點陰影。後面呢度都要加返少少陰影，後面這裡加一點點影子。當呢個乾咗之後呢，我就會再加少紫色㗎喇。但這裡乾了以後呢，我會再加紫色。我上呢度再加多一層。這裡再加一點點。咁眼睛嘅部分呢，就算佢係白色呢，都係有少少陰影嘅。眼睛呢個部分，就算它是白的話呢，也有一點點陰影的，所以我要把呢個白塗一下。所以呢，我要將呢個白色呢揉一揉，等佢唔好咁白啦。
呢個頸我唔係太滿意啊，所以我咧整一整佢，然後我等佢乾咗咧就再畫低啲直啲。這個頸部那個形狀我不太滿意，所以我就洗洗，等一下乾以後呢，我就會再把那個形再調好一點，緊長一點。然後最後呢，我們可以加綠色啦，我哋咧可以咧加呢啲綠色。最後加那個植物的那個綠色那個部分，咁你就可以加呢個花嘅綠色呢個部分啦。你也可以在背景再加一些其他的植物。咁有啲部分呢，我覺得要再加明顯啲，咁我而家呢，就再執一執佢。有些地方我覺得可以再做好一點，我現在呢，我就再把它的 detail 嘗試的一點再做一遍。那我就需要把那個畫放斜一點，因為我看得比較清楚，放得太平我看得不清楚。咁我呢，而家呢，要再做一做啲細節，因為呢，放得太平我唔係睇得太習慣，所以呢，我就晾斜少少。咁而家呢，我就做返再細節啲。
呢啲咧有少少紫色落去啊，因為佢要同佢嗰個衫互相呼應。這個要撒一點點紫色，因為跟他的衣服有一些呼應啊。那這個手也是，個手呢度都係。咁呢度咧係佢嗰個手臂咁樣彎落嚟，咁所以咧我都要加翻少少明顯啲。這裡是他的手背彎下來，所以我要明顯一點。我這裡頭髮有一點陰影哦。他面部我有加一些陰影，咁面部呢度咧我就再繼續加一啲嘅陰影落去啦。咁啊豐富少少 ，baby 也是。覺得呢度可以 smooth 啲，這裡可以不要那麼多線哦。
呢度咧就再深啲，這裡可以再深一點。呢度咧就再誇張啲嗰個圓嗰個位啦。咁就差不多啦，咁啊差唔多咯喎。好啦，今次呢個示範呢就做到呢度，咁呢就首先就成個背景畫咗佢啦，然後仲有呢度整埋先。今次嘅示範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花啲時間呢，繼續將佢啲 details 再做得好啲，啲花做得多啲。這次那個示範呢，我就做到這裡了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把那個頭髮背後的花再做多一點豐富一點。謝謝大家，多謝。